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的7月27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45篇第10节到18节，列王纪下卷第4章38节到41节，约翰福音第4章31节到38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主使。前几天的凯米台风来袭，虽然呢在北部连续2天不上班不上课，但是超级市场以及所谓的便利商店还是都开着，就连我们家正隔壁这个家庭式的杂货店，老板大概早上6点多就来开店了。这2天，我跟牧师娘想要到附近的这个超市，就多买一些菜，就发现台风来第一天呢，菜架上就全被扫空。我相信一方面是所谓的预期心态，另外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市场没有开，特别是前一天礼拜一市场就没开了。可见呢，风再怎么的强，雨再怎么的大，主使这件事情还是人们最关注的一件事情。几天前的台风情况是如此，更何况是在几千年前的饥荒呢？今天的旧约经文列王纪下卷第4章38节到41节，记载了以利沙先知时期的饥荒。那时候人们没有东西吃的情况之下，只好去采集了有毒的菜。但后来先知以利沙却透过面粉的方式来使其毒性消失，让这个缺乏食物的人得以足食。圣经这样记载，有一次全国遭遇饥荒的时候，以利沙回到吉甲，正教导一群先知的时候，他吩咐仆人把大锅放在火上面，煮些汤给他们喝。有人就到田里采野菜，看见一棵野瓜藤，就采了很多野瓜回来。他把野瓜切碎了下锅，并不晓得那是什么瓜。汤煮好了，大家倒出来吃。可是他们一尝到那汤就大叫，对以利沙说：“那是有毒的啊！”大家都不敢吃了。以利沙要来一些面粉，丢在锅里，说：“倒出来给大家吃吧。”锅里的汤就没有毒了。类似的情形也发生在2次世界大战的奥地利。当时候在纳粹的统治之下，人民的物质非常的缺乏，没有足够的食物可以吃，因此他们就到野外去采集一种野菜，叫做奥地利的韭菜，一种带有苦味、非常不好吃的野菜，他们就来吃了。在那几年当中，也养活了好多人。吃是非常重要的，能够丰衣足食，能够不缺乏，是民生最基本的、最基础的需求。但就信仰角度来看，耶稣基督说：“我有你们不知道的食物”，那是更重要的了。就如同耶稣基督曾经对跟随者说：“我吃了永不再饥渴的饼，喝了永不再渴的泉水”，那当然就是上帝的话语、上帝的旨意、属灵的粮食了。约翰福音第4章31节到38节，
记载了耶稣基督和门徒的对话。经文这样说道：这时候门徒劝耶稣：老师，请吃点东西。耶稣就回答：我有吃的东西，是你们所不知道的。门徒听到就彼此议论说：难道有人拿东西给他吃了吗？耶稣对他们说：我的食物就是实行差我来的那一位的旨意，并且完成他交给我的工作。你们说再过4个月才是收割的时候，我告诉你们，看看那一片田地吧，农作物已经熟了，可以收割了。收割的人得到报偿，为永恒的生命积聚果实，使栽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。一个人栽种，另一个人收割，这话是真的。我差遣你们去收割你们所没有耕作的田地，别人的辛劳，而你们享受他们辛劳的成果。耶稣基督所说的另一种特别的食物，就是上帝的旨意，上帝的灵粮。那如果是这样子的时候，基督徒就应当积极的、每一天的、经常的去支取，好享用上帝所赏赐的食物，得到帮助。诗篇145篇第10节到18节。上主啊，你所造的一切都颂赞你，你的子民都要感谢你，他们要宣讲你主权的荣耀，要述说你的大能，他们要使世人都知道你大能的作为，知道你国度的荣耀和尊严。你的主权永远长存，你要永永远远作王。上主的应许信实可靠，他所做的一切都美善，他辅助遭患难的人，他扶起被欺压的人，一切生物都仰望他。你按时把食物供给他们，你丰丰富富地供给他们，满足他们一切的需要。上主的作为都是公义，他所做的都有怜悯。上主亲近所有求告他的人，他接近诚恳求告他的人。愿上帝赐下永活之泉，永生之粮，使我们的生命得以有丰盛，得以有足食，成为蒙恩得福的人，成为满有喜乐平安的主仆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